一條片話你知呢一件鬼兵必打當年嘅製作過程，記得幫我點個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。當年呢一期千人必打由古巴 Galma 親手壓模，底部嘅副管都係由古巴 Galma 親自開光，再由秒鐘嘅真人親手塞入，最後由古巴 Galma 領銜聯同當地3位高僧進行最後嘅開光儀式，確保所有嘅佛牌都經過徹底嘅淨化，可以正面咁幫助佩戴者。以上嘅照片都係由當年嘅近身弟子親自拍攝，亦都可以確保資料嘅準確性。下一集將會同你哋分享呢一件佛牌喺泰國廣為流傳嘅事蹟。我係 Jack Wong，11D 級。